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，犹大卖耶稣。耶稣甲伊的学生守搬过节了后，就出去过汲淪溪，就是耶路撒冷的郊外，入去克西马尼园。耶稣就叫八学生踮外面等候，只有带彼得、雅各甲约翰甲伊三甲去。后来甲因三个讲：“恁着踮遮祈祷。”讲煞就家己进前行去。耶稣安尼家己祈祷天父时，伊的心毋知偌呢艰苦。世间人的罪，重重缀伫伊的身上，伊着担遐的罪上十字架顶。伊爱得到迄三个学生的安慰，就去找因2摆，总是因拢困到静静。第3摆，耶稣叫因起来，缀伊出去克西马尼的园外。伊出去了后，就听到真嘈吵的声，看到光影影的火。这个是甚物意思？是要创啥物？举火把、举灯的。这个群众的内面到底有甚物人？这连边会知影。是啦，无别人，就是加略人犹大。伊对大阵人的中间走出来，群我耶稣，甲伊斟喙讲：“先生平安。”啊，犹大受魔鬼的迷惑，做即款诡计出来。伊为着30个囡仔，用即款残忍的斟喙卖耶稣，交伊伫遐个要陷害伊的人的手。众人得掠耶稣，在混乱的时，迄个勇敢的彼得想要保护先生，就背倒起来，将这石头的萝卜一个耳仔射起来。虽然伫即款的时，耶稣犹旧伸伊的手来医好迄个萝卜。耶稣变做一个犯人，互这石头甲长老掠去到耶路撒冷要审判。